国伫初三要举行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国民党洪秀柱人会去到北京，强调家己有责任延续这段抗战精神，引起议论。台湾附近的海底电缆线在东南方向的 EACG 线路断去，影响到台湾往新加坡的国际传输流量。基本工资审计工总呼吁讲，这起工资卖起电钱，安尼劳工团体认为，基本工资部分产业受影响的会当另外补贴。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初2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中国呢，伫咧初三要来举行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虽然咱的陆委会已经呼吁讲台湾民众唔通去，不过国民党的洪秀柱人已经去到北京，伊强调讲伊家己呢有责任来延续这段抗战精神。不过国民党是强调洪秀柱的身份是无法代表国民党的。陆委会也警告讲，若准牵涉和中国有任何形式的合作，拢会依照着两岸条例法律来裁罚。中国9月初3就要伫天安门庆祝二战80周年阅兵，陆委会已经提醒真侪摆，讲这是对方想要乌白改历史、强化一中原则，进一步消灭中华民国。但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初日证实，伊政治暗都已经到北京，强调家己捌做党主席，有责任爱延续这段抗战精神，表示历史袂当袂记住。讲伊当初若毋是国共合作，那会当保全中华民国。比较遗憾，他还是选择前。那么因为洪秀柱曾经是这个立法院的副院长哦，所以针对这一块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再跟这个相关的机关来去做研议哦，有没有涉及到相关的跟中共的这个党政军有一些进一步的合作行为？那这个必须要等到整个情况发生了之后，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来去做严处。对洪秀柱敢有违法，陆委会表示讲，无法度完全来论定。虽然那也是紧急切割，强调讲前党务人士的立场并是即马党的立场，但是确定名单内面除了洪秀柱，中常委何应罗人嘛已经伫北京，新党是正副主席吴成典、李成峰，含前立委周关章嘛已经受到邀请到北京。另外，台大教授袁基正嘛高调出现。参加这个也是两岸和平交流的一种方式啊。我起码支持是和平，不要战争。这次参加这个活动，在我内心里面只有2个想法：台湾同胞不能置外于中华民族嘛。第二个理由是两岸啊，目前这个情况，两岸是政治问题，不是军事问题。个人参加中国的93阅兵，外交部表示讲，若是违背台湾的主流民意，嘛袂当代表台湾全体人民的立场，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伫国际社会代表台湾。去参加的各国元首国际名声都不是很好，展现中国以军事武力主宰这个地方、破坏和平的这样的感觉去参加像这样的一个阅兵如果是政治人物，他们形象并不会有一个正分啊。外交部批评讲，中国是乌白改二战的事实，嘛强调所有支持和捍卫中华民国台湾的国人，拢应该避免对国际社会放出错误的信号。记者综合报道。明仔9月初3是军人节，总统赖清德今仔日也出席国军表扬大会。面对着两岸紧张的局势，总统强调，9·2海战和8·23炮战的胜利，拢是来自团结抵挡侵略的决心。93军人节要到，总统赖清德初2亲身出席国军表扬大会，颁国军楷模顶186个奖，包含真济伫台海前线作战的部队，鼓励官兵的士气。针对中国去年派出超过5000架次的中国军机，结合中国军舰侵扰台湾，这届得奖人员就有空军的 F-16V 飞行员、甲海军、甲飞军舰的官兵，分享因保卫领空、守护海上领土的经历。我们尽量就是以上级长官的指导，他们会做广播式的驱离，那我们飞行员不会做任何的回应。军舰跟共舰的应处嘛，对。我们平常就是在船上训练游宿，所以就是按照舰上长官的指导来应对。另外，陆军接种地表上强的战车 M1A2T， 去美国受训的政治教官得奖 M1A2T 特别成军，代表陆军装备转型。针对中国和台海情势更加紧张，赖总统勉励时讲到对二战胜利到9·2海战，一个8·23炮战上宝贵的教训，就是团结一定赢，侵略一定失败。9·2海战以及8·23炮战的胜利，更证明了真正的和平是来自于团结抵抗侵略的决心和坚强的实力。
也拿中国要举办93阅兵，外界解读有军事扩大、抢抗战胜利为举权。前陆军司令李湘洲强调，抗战胜利是引导中国上好的历史事实。如果我们不强调公理正义的正当性，国家的主权永远不在我们的手上。针对中国最近几年对台湾军演，李湘洲分析，中国和机场无法度运作，电子侵入超商的任务，引发的冷杀效应对个人的影响，是比当兵军演的硬杀效果更较好。国防部初二是发布，侦测到10架次的中国军机侵入台湾，也掌握中国初5发射运载火箭，经过咱的 ADIZ， 国军严密应对处理。公司新闻参报道。民众党前几天呢举办这街头活动，过程当中含这警员下来杀气，有8个警察受伤。行政院长对应态度表示，政府维护公权力的决心是袂允准任何人来挑战。北检伫今早起证实讲已经分案侦办，而且把这吴国昌列做被告。民众党主席吴国昌顶日带领群众举行司法解决公民街头活动，过程当中甲警察爆发冲突。党主席吴国昌抨指控甲警察算暗棍。司法程序已经在侦办当中，我们就尊重司法程序的侦查。街头的过程当中有8个警察受伤，府院嘛都来谴责。行政院长对应台表示，政府依护公权力的决心甲做法，无容允受到任何挑战。总统府发言人桂雅辉强调讲，集邮法会当讨论，不过袂当攻击警察。从来没有任何人提出集邮法的修法是说可以攻击警察。那法律保障各行各业，当然这当中也包括保障警察。警察是保护人民的，所以法律必须保障警察。政府维护公权力的决心跟做法，不容受到任何的挑战。台北地检署今仔日早起证实已经分案侦办，而且甲吴国昌列做被告，无排除最近偷换遗告案说明。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警察是照伊的职务依法来处理。不过嘛强调讲，这件代志上根本的原因是大问题去互羁押1年。为人权的角度，会当理解民众党的支持者是安怎要行上街路。从人权的角度，我可以理解民众党的支持者为何走上街头。我也支持民众党呼吁各界保障柯文哲前主席的人权。过去高喊要废除集邮2法的民主进步党，现在要用集邮2法来追杀他们政治上面看不顺眼的人。我只有一句话：赖清德放马过来。针对民众党立委的指控，讲惊头迄一天有高层下令，只要警官若放人下过障碍物，这个官就免做啊。台北市警察局长李世豪出来回回，现场指挥官这是守土有责，他的本分的职责啊。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人、任何长官给他指示说，如果有退后啊，如果有被冲进来就要把关，没有这回事啊。咱也目前移送几个人。李世豪敢若讲，中正1分局局长找伊带干部甲检察官报告进度甲内容，会以检察官的指示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台湾附近的海底电缆搁再登去啊！昨下晡4点07分的时阵，这东南亚方向的 EAC 线路登去，影响台湾往新加坡的国际传输流量。台湾网络资讯中心就表示，这流量含回应时间也会使。那中华电信也讲，这条不是因投资的，国内海缆运作拢正常。所发布强调，目前国内海缆拢是正常运作，也有14条的国际海缆呢，有3条等待修复，目前先用这替代备源提供服务。国际通讯大部分是透过光纤海底电缆传送。台湾即马有24条的海底电缆，10条国内的电缆，14条国际电缆，其中8条伫今年断线。根据台湾海缆监测平台显示，初下晡4点7分 ，EAC2 东南亚方向断线，影响台湾往新加坡的国际传输流量。台湾到新加坡目前都还算是正常范围，它可能有其他的备源的容量，就其他备源的海缆的容量。那第二个，台湾到新加坡这边并不是台湾到国际网络的主要的出口。EAC2 断线无明显的通讯影响。根据国外网站 Submarine Cable Map 公开资讯 ，EAC C2C 伫2002年开始服务，业者是 Telstra。
中华电信表示，目前长线的6条国际电缆不是中华电信所投资的。中华电信投资的国际电缆服务正常，台湾这边的国内电缆也无任何长线情形。做海洋地质测量甲海岸路由调查服务的公司指出，通常海底电缆长期有70%以上是人的活动造成的，其他是材质、古气、后气，还有地质的灾害。人为活动包含渔业活动跟那个锚击，靠近澎金马的话，大部分都是渔业活动的。陆资的那些船的活动装进去的话，其实也都是有可能的受损的。台湾四边有9条海底电缆，同时间登记，虽然部分无影响台湾，不过而且发生电缆疑似是予中国的渔船拖登去，加上海底电缆要修理要几礼拜到几6个月，互外界烦恼，若佮登落去，台湾会变做孤岛的内帮。台湾网络资讯中心的董事长吴胜雄指出，中华通信加旧电缆，还佮有起电缆站，增加较侪卫星服务，朝向多用性的发展来转移风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一只台湾的工作船伫金门外海含中国渔船的希望加做伙，想袂到对方呢煞绕人来包围咱，是要来讨赔偿。最后是海巡介一条解才来收煞。有专家认为讲呢，咱就要强化咱伫咧海上的应变能力。半暝海面互电火照甲真高，这只台湾的工作船甲中国渔船会甲真晚，气氛一时真紧张。本国籍船舶缴到中国渔船的渔网，本台这边接获通报。这只由中华电视委外的工作船原底去金门海峡进行地形的探测，想袂到伫8月31无细致甲中国渔船发生假扮的意外，并且失去动力，一时间是互对方动力讨赔偿。加在海巡到场协助，双方落尾是以民事和解的方式解决。透过无线电驶进现场的中国海警表示，案属船舶海事纠纷，双方已达成民事和解，请勿对我船舶进行任何干扰。今年中国渔业休困的期间，对5月初1到8月16，不过过界线掠鱼情形也是常常发生。5月到8出现中国海警船从入来咱国的经济海峡，赶走咱10多只当咧作业的偏乌渔船，互两岸更加紧张。7月后，偏乌的渔民发现大阵的中国铁壳船伫海上作业，煞无看到中国的海警执法等等的事件，落尾拢变做需要两岸的官方力量来介入。这个挑衅。一方面会让我们的海巡为了要护渔，或者是为了要保护我们相关的船只，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一个心力；二方面也会让中国它这个食水滋味有更多的这种所谓的在海上滋事的灰色地带行动的作为，来进行恶意的挑衅。王志祥表示，这款的民事纠纷无排除中国透过模糊地带侵扰，这次咱国的海上执法力量，这种的海上压迫行动，伫南海早就常常出现。即马金门、厦门的水口也常在有相像的情形。咱国应该强化咱船只甲海巡快速联络，也有应变的能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这占南国造的海鲲号顶一回海上测试是7月初3，今下晡是搁再出现有风声讲是为着第4届海测，当咧进行相关的检查。咱来讲到这国防部明年预算，这海鲲号本地明年是编90亿外，实际上干那14亿外尔，引起外界关注。海鲲号进度去前调针对这部分，海军是无做相关的回应。台船人员无用试试，搁做占南海鲲号停泊伫船坞，当地做相关检查。每一个机动拢真受注意，因为海鲲号离顶一摆海上测试已经是7月初3，隔尾2个月。这摆海鲲号搁一摆出现伫海上，团主就是为着第4摆的海测在做准备。海鲲号是国军真敬望的水下重要战力，但是目前还未入去到潜航的阶段。台船敢会当达成11月交付海军的目标，即摆还阁唔知。不过根据国防部明年的预算显示讲，海鲲号本地明年暗算编列91.13亿，但是这敢若编列14.56亿，算落来量产的预算本地暗算编列170.1亿，实际敢若编119.5亿，进度落后是引起关注。测试完成之前，那相关的不管是预算的执行就没有办法完成，那也会因此而顺延下去。那当然，我们希望说能够尽快的把我们的潜舰国造预算也好执行完毕。
针对海军号即马面对进度的演前，海军并无回应。另外，海军交予中信造船搭载2架轻型的巡航舰，交分做是防空型和反潜型2种。本地明年就要交艦，但是即马有可能会跳票，相关预算嘛改造到117年度才会当来结案。因为我们现在的水面舰其实都很老旧，而且它很多作战系统都是旧式的，这个完全没有办法应付新的这个威胁跟新的挑战哦。建造起来，它大概大小会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康定舰其实大小会差不多。那这个当然，这个在建造上面，这个也会对于一个新承造这种作战舰艇的船厂来说，也是一个挑战。今年的巡航舰进度落后，若是延后交艦，海军恐惊中会有2年的浪旁。学者认为讲，必须要借海巡的力量来守护海洋。立委陈冠廷表示讲，轻型的巡航舰是引进真侪项新技术，需要搁较侪时间来整合。记者综合报道。今年1月，这台东某一间国小的学前特教班爆出虐待囡仔案件。家长呢，和立委是开记者会，指控这幼稚园的老师会甲囡仔摔伫涂骹，甚至拖起弄壁等等的行为。那台东地检署伫今仔日表示，这宗案件已经侦测终结，受害囡仔有6个，会针对涉案的4位幼稚园老师和助理员提起公诉，这个人相当有机会关到6年10个月。相片，这个查某囡仔喙唇硬化真严重，家长看到真唔甘。今年4月，家长伫立委的陪伴召开记者会，控诉台东某一个国小学前特教班的老师，好亲像对囡仔不同对待。对这代志，台东地检署进行侦查终结，发现被害学生囡仔有6个，初日针对涉案的4个幼稚园教师甲助理员提起公诉，并求判当刑。高刑我们的具求刑大概都在5年到6年10个月之间。那送审大概都在3年到4年之间。这件儿童虐待事件是今年1月发生的，有家长这个囡仔身躯乌青顶不明伤痕。学校第一时间讲是鬼仔落落来无细日去讲到，后来调阅监视器才发现，原来是老师甲拍的。家长是不满台东县教育处经过1个月调查了后，才对涉案的老师罚款改聘，无确实查清楚代志的头尾。教育处那边的答案就是说他们没有错。他们依法行事，但是对家长来讲，你们教育处不知道吗？你们从头到尾，你们一直在包庇，一直在官官相护，不是吗？这件事情很遗憾，但我们对于孩童的照顾会持续。在新的学年度里面呢，我们会因为这个班级只剩下6个孩子，那除了原本的2个老师之外，我们也加派了3位的钟点的助理员，继续来协助跟照顾这几位孩子。针对检方起诉涉案的老师，家长表示尊重司法，希望莫阁有囡仔受害。监察院进前嘛已经主动立案调查，要求台东县政府甲学校说明调查机制，并检讨即马的监视器调阅办法。记者采访报道。来看台中台里的粪扫坑台场目前呢有34万吨的粪扫，加上这喷酸焚化炉刚停去前着，即马逐工的粪扫拢烧袂起。环保团体表示讲，应该爱来推动专用粪扫袋啊，限制粪扫量。画面内底这粪扫是已经顶到5层楼悬，涂骹的垃圾水袂输变做一条河同款。台中市台里坑台场内底有34万吨的粪扫，已经用要满啊。当地民众烦恼卫生的问题，担心就是如果溢出来就比较不卫生，蚊虫就比较多了。它总计的这个设计量是499万吨那目前只剩下2万多吨，它只剩下0.5%，也就是它已经台中市整个已经满到99.5%了。未代表示，目前台里坑台场粪扫的量，毋但是全国上济，目前敢若剩0.5%的空间尔。未来8年，还阁会放48万吨的粪扫入去，至少都要2042年才有法度甲清了。加上本山焚化炉改建的工程有去前着，台中已经是全国粪扫危机上较严重的城市。环保局强调讲，台里坑台场是焚化炉每1年咧维修检查的时阵，暂时抗力甲调度的作用，平常时拢有咧运用。文山焚化厂太古换新的工程，今年就会顺利决标，按算2029年完工，到时就会当大幅度减少台里坑台场粪扫的量。
乳体它假如说能完成去建造的话，将可提升整体的垃圾处理量的，那届时可让大里里埋场的这个部分大幅下降。随袋征收这个政策落实上面，让它变成一个全台中市的政策，相较其他县市，其实台中市是很有条件去来做这件事情的。环保团体认为讲，台中市石硖区早就已经推行粪扫的费用随地征收25年，嘛减少2成至3成的粪扫量，应该赶紧推行到规个台中市，而且参考彰化县实施严格甲地开开来稽查，互民众有粪扫减量的观念，才会当真正来解除粪扫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看到这台南柳营科技工业区，长期以来拢有歹味还有空污的问题。市政府今年4月开始启动 AI 智慧监测，针对传出歹味的所在和违规工厂进行调查，目前已经发32件了。我近6科的中客国小上课的时阵，部分学生囡仔也是惯习挂喙暗，因为烟过校园内常常有怪味。为了解决社区民怨，市政府今年开始积极处理空气污染，校园内嘛新设新风空气过滤系统，怪味的状况明显减少。它的味道有时候是那个刺鼻的那个酸臭味，那有时候是那种污泥的味道，那会造成学生在上课的时候的困扰。去年1整年我们报案了14次，那今年到9月2日为止，我们报案的次数是2次。市政府为4月开始启动 AI 智慧监测通报怪味稽查，每个月拢召开6科空污处理跨局处的会议，要求有真侪间互人发的厂商拢爱立即说明改善。4月至7月，加强怪味热点，也甲违规工厂的查核。就今年的4月到7月 ，AI 总共有抓到47次的那个异常排放。那针对这47次异常排放，我们立即通报环保局，他有10个人进驻在那里，所以他可以第一时间就到现场去稽查。那发现确实有32家次是超过法规的标准。台南柳营科技工业区长期有臭味加空气污染的问题，地方原来真困扰。市政府透过跨局处合作，逐工巡查厂区一改，逐礼拜嘛会伫半暝无定时来稽查，积极改善柳科园区怪味加作业环境，化解扰民的问题。记者采访报道。渔业署推动远洋渔船减船计划，高雄登记要报废渔船拢总有82只，因为计划造成这拆船厂的业务量增加。今年5月，佫再撞到这拆船厂导火烧造成污染，引起居民抗议。这拆船的作业即卖也拢先暂停啊。地处即卖呢，这前顶渔港内面满世界拢是报废的渔船。前顶渔港内底停满渔船，不过这渔船有真侪只，拢是已经核定报废要拆掉的船啊。渔业署讲，远洋渔船减船计划，包括掠草啊、甲游鱼散卖的船，拢总核定82只。自去年10月开始拆，到今年4月，拢总才拆11只。5月基顶的拆船厂火烧，佮加上拆船的量向增加，引起附近居民的抗议。甲当已经停工3个月过，也个港内出现这款船塌船的停法。前顶渔港总共有36个船室，80只。使用了9个船席来并靠啦。鱿鱼、三巴船啊，大概要到1个月。俩迄啥，我讲成种的。迄较细只，所以1个月当拆头2只。嘿。咱目前就你知影呢啊，咱高雄有几间拆船厂会当拆？2间。工会讲，因为合法的拆船厂敢若2间，即阵佫当着居民反对，全面停工。这40-50只的船一直塌伫个港内底，毋是办法。万一佫拄着像去年3道里甲大扫线断去，船啊四界走的状况，真正危险。对此，渔业署表示，除了加强安全管理以外，也当咧协调经济部就其他场地来拆船。正与经济部能源署跟新台海基公司协调中，希望经济部跟新台海基公司能够同意短期租借该公司的部分产地作为渔船解体的用地。掠草的船宝贵一栋补助6万块，掠鱿鱼的一只船补助2100万，不过拢要单船拆好才领会到。工会表示，因为向逼大量，现在除了欠拆船厂以外，后手拆落来材料处理问题，环保单位也爱对上脚步，安尼才会当提升效率。记者柯家祖、柯超勇、高雄采访报道。
新的内阁团队上任的过程中，工业总会就发布自2025年工总白皮书。理事长也呼吁讲咧，新任部长呢，即经济部长姜明钦应该爱起工资，唔通起电钱。虽然姜明钦之前有表示意见，不过今仔日强调尊重这审议会结果。也若劳工团体是认为讲工资调整部分产业，也若针对着受影响的产业，会当用补贴的方式来甲因照顾。工总理事长潘俊阳调集人标风声带头，工业总会伫新任内阁上任第2天，发表2025年工总白皮书，提出35个议题和138项政策建议，对新任经济部长姜明钦话话。我们工资给他调是合理的，电价绝对不能调，因为电价一调啊，民生的生活的问题都来了。对9月小年线都要来的上届工资审议委员会和电价审议委员会，工业界是发出起工资卖起电钱，因为受对点关税的影响，市场顶现电子业较旺，团散相对较冷。因为最低工资它是一致性的，它没有办法就是说个别产业有不同的最低工资，那关键就是在这里。但是每一个产业它今年遭逢的景气落差非常大。姜明钦嘛表示讲，电价审议资讯搁在收集，不过对上届公司顶检视的公式，因为照过去的共识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足热反映，经济成长率是劳资共享。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估4.45%，明年工资的调幅有可能到4%。劳团是话话讲，已经实行这么多年来的审议制，袂当凊彩变动，劳工的权益嘛袂当因为安尼受损。我们不认为美国对等关税的影响就要去变更所谓最低工资的一个过去的一个协商的一个共识，而是应该仿效疫情期间的时候，采取政策性的一个补贴。里面啊，它有要参采国家的总体经济的发展的状况，各业产业的发展状况，所以在这个地方去做考量，调的幅度可能就大家要理解。不过，包括区准安和台大各法所的教授辛炳良这学者拢提醒讲，上届工资本来就无固定的公式。除了消费者物价指数是应该爱参考采用的指标，另外经济成长率等其他的因素，拢是会当参考采用的指标，无必要修改计算方式。是伫审议会劳资双方拢提出论述，调整参采的比重，才当得到合理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文化部2亿8千多万的追加预算，全部去互立法院裁掉。这项目有包括着媒体宣传费和真侪艺文场馆的业务费。针对着调压这期，这文化部补助艺文团体公平性，有学者是建议讲，要有清楚的补助理由，避免过程来出现争议。文化部也表示讲，会继续和各界加强沟通。方才通过第79案，文化部主管追加预算全数删除。顶礼拜立法院三读中央总预算追加案，其中文化部的2亿8千多万全部去互裁掉，有立委就以本本互艺文产业来批评文化部。有学会指出，咱文创产业人口才2.54%，就创造4.81%的 GDP 有经济贡献。所以学会认为，立委不应该黑白打标签，嘛呼吁文化部未来就加强说明预算对民众的重要性。馆舍的营运的经费都把它砍掉了之后，他们就没有办法去策展、接触这些不同的艺术作品或是这些历史故事的机会就减少了。他可能要说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配置多少资源，然后他最后的成果是什么，那他评估是什么。那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还是审查的标准。我觉得这次被质疑应该最多是审查标准。学会指出，大部分艺文服务的对象拢是大众，那阵因为预算受到影响，嘛是侵害到文化基本法当中人民的文化权利。这届文化部提出的追加预算，就包括媒体宣传费和济艺文场馆的业务费等等。部长表示，预算无争取到只好艺起紧加的继续经到年底。其中最重要就是。媒宣费他还是不坚持不给我们嘛，那个就已经3-4千万。还有，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们的馆所，因为文化部有非常多的馆所，美术馆啊、人权馆，还有博物馆，它的业务费不太够，那些费用就也是在这个里面。学者建议文化部就提供清楚的补助理由、评选过程和效益评估等等，避免因为争议冲击到预算，甚至影响到文化外交。文化部表示会继续和各界加强沟通，预算的执行嘛提供予外界检视，希望调压会当支持文化预算。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英国发生林家血案的林义雄旧厝，也就是即马的义工教会，将做文化部公告的第一个有转型正义意涵的场址。国家人权博物馆表示讲，未来会设纪念碑，希望逐年上无办一场和人权相关的活动。
1980年2月8日时，伫台北发生林家血案，林义雄的老母含双生查某囝，互人刺杀过身。这个所在即马是义工教会，经过文化部公告，正做有转型正义意涵的场址。这嘛是国家人权博物馆4月公告施行推动民间设置有转型正义意涵场址了后，头一个通过审定的所在。场址的这个布置，还有这些资料的整合啊，希望讲每一届来参加的人会当了解这个历史，嘛提醒咱伫这民主顶面自由的重要性。义工教会表示，虽然当年因拢会举办林家马孙的追思礼拜和纪念政治受难者，不过因认为有政府和人权馆的协助，才通互民间这寡转型正义场址通有更较侪资源来保存历史和推广人权教育。人权馆表示，只要有符合作业要点，包括通作为人民抵抗威权、反省威权统治的所在等等，民间拢通来申请。那要推动一些教育推广工作，我们会希望他办一些小旅行。跟一些讲座，高雄的科技化故居，还有就是台南的汤泽章故居，他也问了，说是不是也能够成为具转型正义和场址的一个设置。人权馆表示，场址有经过会勘审议和公告通过以后，未来会设置纪念牌，而且当年尚无爱举办一场历史场址解说讲座，也是导览，希望互民众除了了解历史，莫通知影维护人权和转型正义的重要性。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政府强化打击诈骗，所有民众反映讲，这口罩向防限制，有人半年无使用就无多领钱啊。这金管会银行局表示讲，虽然会造成无方便，不过也是尊重银行的措施，是因为诈骗的手法一直咧换新。最近警方搁再抓到一个两化犯罪集团，伊是拐民众用手机号码会当来摕钱，甲民众骗几600万。大田警力出动，攻入去早起的机房，红店的各大嫌犯和中国的犯罪集团串通，用这款的部署诈骗。我们今天把这个电话给你，是通知在你之前，那几次广告注销，有款项要退还给你。诈骗又有新部署，警方查出在台湾的嫌犯安装设备，提供中国人士甲境外门号转做各大号码，假做3大电信配受害者旧门号会当办退钱，违法摊数百万的压抓钱。以旧门号退款，取得民众的信任。再假冒金管会人员，以账户有意诈骗民众的积蓄。过来早起乱上街，警员也爱伫前线挡诈骗，就惊民众去银行交易，防诈骗钱拢添落海，银行也小刷出手，管制真久无使用的口罩。我有买股票，然后我需要把那个钱汇到交割户，发现说他转账失败，打电话给客服，他说：“这个你被冻结，然后就是因为你太久没有动过这账户。”我临柜就是要求恢复以之前的这个账户，他还要去询问说这个钱你要做怎么样的一个使用。我也说那就一般生活开销嘛，我要吃饭要用，他就说这个理由不能够构成说使用账户的一个理由。口罩半年无使用，佮要使用，煞互银行禁止。你说是去到银行要求解除管制，颠倒是受阻挡。佮有偏显示买股票了后，买部口罩的查囝，才发现高挂号封锁掉咧。防诈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定会对民众造成不便啦。基本上银行采行的措施，我们原则会尊重。可是有一点就是，我们不希望银行去风险化。政府下令要拍诈骗，银行对咧配合。对9月开始又搁有新措施，亲像台新银行调降第3类数位口罩，搁一笔领钱甲每一天领钱的上限，还可爱暂停警示号的所有交易功能。各银行提出真济措施，金管会银行局原则上尊重，不过建议金融机构要继续评估各项业务的风险，随时调整。国视新闻采访报道。有民众伫台中一间卖细裤首饰的店，有囡仔看到讲这所xuất饰店的顶头走的时阵，说用箸甲这盘挡落来。不过这双箸已经是囡仔用过拔过喙内的物件。那店家表示讲已经进行消毒，也会派人巡视。台中市市安处表示讲已经有主动订了案件，也会派人去稽查。有民众到台中这间寿司楼用餐，食到一半，竟然看到隔壁桌的细汉囡仔伸手头的箸挡挡洗台。画面中，细汉囡仔的箸唔拿挡三文鱼寿司，佮甲寿司塞到后壁，再佮甲箸收倒转来，互三文鱼寿司继续伫挡洗台顶洗。这个做法，隔壁伫用餐的民众看到，甲翕落来大上网，讲三文鱼寿司卡条的，教育嘛卡条的，好佳在家己无摕典管的寿司。在公共场合做这种事情可能不太好，可能就是需要家长还是管制一下比较好。
我应该会跟服务员讲一下，对，因为有点不太卫生。在夏季的话，最怕就是说这些杆菌的传染，像是紫褐杆菌、沙门氏菌，然后霍乱弧菌等等。代志发生了后，苏西路紧急发声明回应，第一时间已经对相关的输送带残具全面清洁消毒，会透过加派现场的巡视人力，强化店内标示甲广播，也甲研究输送带的系统安全设计做改进，降低人为接触的风险。台中市食安处表示，已经主动落案，会派员去稽查。食安处强调，若查获业者未依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落实相关管理，将依法要求限期改善。若复查仍不合格，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款。看演过类似的食安记录也未少，有消费者甲家己炸的槟榔放起哩当世代，再个录影传起哩网络，啊个人甲动物盘放伫导游底下翕相，有囡仔甲当世代顶的素食配喙烂，引起消费者的重视。这业者要安怎维护提升餐点的卫生呢？在这个餐点上加盖，只是增加了恶作剧民众的难度。希望从业人员能够对转盘上的食物能够多加关注。消基会执行董事表示，比起政府定规范，不如业者加强人力看顾。虽然会增加人事成本费用，不过相信消费者也是愿意加开一丝钱，换食品的安全甲卫生。记者采访报道。国内再出现拄出事的婴儿所感染到肠仔病毒造成重症案例，有2例是伫咧中部，一个已经出院，一个还佫伫咧加护病房。疾管署也提醒家长，拄开学呢，这囡仔规定做伙，肠仔病毒真有可能会大流行，也爱叫囡仔较接洗手咧。开学囡仔欢喜去读册，规定囡仔做伙。疾管署提醒大人爱叫囡仔接洗手，因为肠仔病毒也伫咧流行期。拜二，疾管署公布台湾顶礼拜加2例肠仔病毒重症的案例，这2个拢是拄出事的婴仔，拢伫咧中部，一个才出事5天，一个才10天。头先是发烧，无想要食啉，后来出现败血症的症头，一个一定出院，一个佫伫咧加护病房。传染的一个途径呢，大概主要的还是经由胎盘或是产道或是产后的一个感染。疾管署也提醒开学啊，肠仔病毒可能会出现一波的高峰期。也那今年的肠仔病毒重症的病例拢总累积15例，其中有7例死亡，是这6冬以来上悬的，其中佫以桃园、台东上严重。林瓜8月份受到风台影响，中南部真侪地区做大水，造成天狗类继续断。顶礼拜有新增加8例本土天狗的病例，其中6例是高雄鼓山的群聚病例。疾管署目前确定源头和越南的境瓜移入有关系。另外2例是高雄三民区，目前感染源也未找到。其中6例的话是在高雄市的鼓山区的一个群聚案件，那另外有2例的话是居住在高雄市的三民区。由于个案近期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也没有鼓山区的活动史，那这个感染源呢，我们还在厘清。疾管署也表示，风灾过后，类鼻祖的案例也在增加。根据顶礼拜统计，有加出来5例，其中2例死亡，分别是70岁男性和90岁女性。疾管署提醒民众有空喙，千万唔通接触垃圾土、垃圾水，若出现发烧的情形，就要赶紧去找医生。记者陈亚林秀凯台北报道。未堪的了钱，这国光客运8月底甲高雄屏东6条公路客运的路线停起来了后，9月7日开始呢，佫会甲台北到实营顶8条路线停起来，连带有95名驾驶防资遣。公路局也证实讲会由统联客运来接。也若讲到这国光客运是想要另外佫再提出6条路线停驶想法，目前等咧申请，也若公路局也等咧评估。来到台北转运站，国光客运的月台离峰的时间，等待坐车的人无多。国光客运伫初二发出新闻稿，讲这个月7日开始会阁停驶8条长途的国道客运，包含台北往南部、桃园往高雄，抑个台中往南部等8条路线，已经由公路局核定。9月7日饭店开始由统联客运来接手。每个月都搭3、4次。会担心说，如果他也申请到你们这一条，会影响你们？我应该不会，因为统联的可以做啊。国光很好啊。它的优势是什么？它优势安全啊，舒适安全啊，比较守规矩啊。公路局表示，8条路线有6条是依次原底班表，不过台中到台南，抑个有桃园到高雄，载客量甲公路道的有重复的班次，初期会使必要需求的班次看情形才搁加。公路局也证实，除了8月底到今已经核定停驶14条路线，国光客运阁申请停驶6条，真侪是中南部的路线。
就是这一次14条有相关的那些驾驶员是158位，好，158位，那有63位的呢，是留任，那95位的是资遣。针对国共客运伫半年内2届万发薪水，其他贷款阁有新台票20多亿也未行。高度局表示，除了国共的薪水发放，阁有赛车维持服务的水准。但你所用疫控机制，影响各道客运对疫情了后，因为民众坐车的习惯转变，也阁有客生少、司机欠工等等的挑战。交通部长陈世凯也要求公路局对各道客运的路网进行检讨，调整路线、经营形态，全体来规划。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南投一集这8月人口数干那9593个人，顶公所就提出着设户口提礼金的活动，只要把这户口迁来到一集，明年8月底进前也无迁走，就当领着5000块礼金，民众看法是无共款。南投县一集定过去8户人选做全国10大观光小城，不过南投县最近这几年因为人口老化、人口外流，人口数直直落。其中一集定是目前人口唯一无到1万的所在。一集定公所为着鼓励民众搬来一集，即马开始到明年5月31期间，只要甲户口迁到一集，而且到明年8月31拢无刷户口，就发放每一个人5000块的礼金。政策是引起民众无共款的意见。毋是咱遮的人啊，多工课多伫咱一集店遮工课，都有即个活动吸引我。来刷来迁入咱直直店。我本身是一集在地人啊，所以这5000对我来讲，看会到，念会到咧。住在南投的民间乡，所以我觉得如果还要再迁进来的话，有点更麻烦。南投县选委会表示，根据地方制度法的规定，人口1万以下，向定名市民代表袂当超过7人。另外，因为在违法的关系，人口无到1万，来自中央和县府的补助嘛变少。一集定公所指出，希望用礼金吸引人来遮设户口，鼓励偌济人搬来遮，感受遮的宁静味。在人口1万以下的时候，那个代表席次不得超过7人。来遮大一站嘛大，比如讲那大来讲真正适合，我们也欢迎他那个我们的全国的好朋友能够常住在我们集集。一集定公所表示，明年9月就会开始新查，上紧明年11月，符合规定的民众就会当摕到每人5000块的礼金。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彰化市有一间对日本时代开到单，伫咧做大面兼卖塑料的老店。旧历7月时阵，因为大家人拢爱泡，所以因拢会传这豆皮莲花。因若要做这一类的豆皮莲花，上无爱开2天时间。伫菜车内底塑料店有卖大面、面笋、侪豆仔做的物件，但是详细看，这豆皮形体真特别，是一类莲花，搁有猪骹加佛手造型的豆皮，是店家伫过年拜观音或者是旧历7月普渡过时阵才有传的物件。哪会知影才有咧卖？这个自己都不知道，专工来买。因为我购买这边比较多。普渡拜拜，当传素食的，好，我头一届看拢毋捌看过，头一届看过，感觉真特别。店头家表示，做一类豆皮莲花，爱先熬豆皮，加花瓣，等打扫成型，搁落油鼎煎过，花蕊才会天开，上无爱2天的时间才会当完成。因是为日本时代开业，就一直传到今。以前人无物件通食吼，拢会想讲用豆皮来做花，来做猪骹，来去做无共款的物件，因为这是咱的心意，用因有的物件去变物件出来。这几年来愈来愈少啊，因为大部分吼，大家拢怎叫庙人去传啊。较早先人来到遮的时阵，有带来一个信仰，咱一般叫做菜堂，主要人叫斋教。你拜拜的时阵，伊家己无食草的，所以咱就委托遮的做豆仔的厂商来帮咱做三星的形也是讲拜拜的形。文书工作者指出，过去中华菜场的信用振兴，也带动食素食的发展，演变出侪豆仔类的食面。然而，即阵因为大家普渡风俗的习惯改变，加上做豆皮莲花真够工，目前已经真罕咧看。店头家就表示，因会坚持制作，就是希望会当保留这门功夫，嘛要传承在地普渡风俗甲食食文化。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有72年历史的屏东美术馆，因为建筑不伤过旧有损害，7月开始大规模整修，按上年底就重新启用，未来会提供更较舒适、更较安全的展览空间。加大。 就是补强部分，就是再把它加强加大这样子。馆长带记者看，条仔红门涂卡条爱加粗，修装饰因为漏水严重，涂骹囥过来的桶仔，外面的壁边嘛看会到水痕。这栋屏东美术馆已经有72年的历史，因为结构旧后，阁有漏水的问题，官方决定趁这摆整修做伙处理，让展览空间更较安全舒適。巡回展が考春、そしてポンフでここ屏東に。 やってきました。屏东美术馆伫今年5月展出内容美丽的特展了后，就暂时休馆。7月开始动工，进行内政补强和内部修缮。屏东市公所表示，这摆整理经费超过1200万，大部分是中央补助，不足的部分由地方负担。不过施工单位把美术馆门口的钉仔直接卡掉，引起破坏质疑。强度的部分经过土木技师。 鉴定结果就是说，它其实是在堪用，但是呢有疑虑的。前面的那个我们的主要出口那个地方，是因为它因为年代久远之后有坍邦的状况，所以在这一次建筑师就一并把它做那个整修。 屏东美术馆以早是屏东市公所的旧厅舍，民国42年开始启用。这摆官方请地动专家鉴定了后，发现内真无好，有安全疑虑，才决定暂停开放。市公所表示，原本按算伫11月底完工，不过受到雨季影响进度，目前会延到12月才重新对外开放。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看国际新闻，在阿富汗8月31。 半暝发生规模6个地震，而且呢，这深度敢若10公里尔，真浅，真侪厝倒去。目前已经有超过800人死亡，2800个人受伤。塔利班政权表示讲，这地震过后，佮再落大雨，发生水崩线的灾情，因而呼吁国际社会来甲因斗救灾。 村民发现倒去厝下骹还有人挖掉的，赶紧用手挖。东在区之的马扎尔达拉村，真侪厝倒去，天气阁无好，落大雨，地动石头阁崩落，山区的路拢未通，救援人员无法度去在区救人。当局讲，库纳尔省有3个村厝拢倒落去变做平地，其他的村也有真严重的灾情。 شهیدان او زخمیان ډیر لرو په هر کور کې 15 نفر 10 نفر زخمیان شوي دي。即马灾区通讯未通，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有一位官员讲，灾区伫过去24点钟久到48点钟久内，因为落大雨、山崩、石头崩落，真危险，死亡人数真多，尸体就要赶紧处理，较袂污染水源。塔利班请国际社会斗相共。The number of casualties is likely to increase because the situation is serious. We urgently call on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s to step in and provide immediate support.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s are also urged to assist in preventing the spread of communicable diseases in the affected areas. 阿富汗外交部一位官员8月讲，也无接到任何外国政府主动提供救援，要中国甲印度就随讲愿意协助，联合国也会启动。 这是自2021年塔利班政权掌权以来第3遍重大致命的地震，希望从外国部队撤离，政府主要财政来源的国际资金也被抽走。灾区也因为路损害严重，且无法度过，当局就派几多台军用直升机运送受伤的人甲罹难者的尸体离开灾区，而且由医疗团队入去救人，不过资源无够也是上大的问题。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初3要伫咧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这北韩的这个领导人呢，金正恩初1呢也坐专用的列车去到北京。罗西亚总统普京也出席。到时阵的3位领袖徛做伙，方认为是对川政权强硬表态。 金正恩初1坐绿色风单专用列车太阳号对平壤出发，初2透早专用列车对辽宁省的丹东入境中国，下晡到北京。北韩国营媒体刊出相片，显示金正恩伫车顶的办公室开会，车厢内有茶帮的壁甲金色的徽章。这段路程超过600公里，列车有10节到15节的车厢，除了办公室，还有通讯设备、餐厅，也在义安甲医护人员，阁会当载2架重架变速。
金正恩这次是为着去北京参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初三伫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大规模阅兵。拄参加上海合作组织高峰会，罗西亚总统普京也会出席。死到是习近平、普京甲金正恩三个人头一届做伙出现。罗西亚官媒阁预告金正恩、普京会分别坐伫习近平正平倒平重要的位。另外，伊朗的总统也会出席。发生分析师叫做是动动得心的中国、罗西亚、北韩、伊朗4个元首拢到，展现对抗西方的团结心。中方愿同我方要努力，支持彼此国家发展振兴，坚定维护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秩序。习近平初二伫北京继续甲普京会谈，强调中国甲罗西亚关系经过国际风云变迁的考验，会久长的亲像好主编协好，合作共赢。普京也讲，两国关系是伫历史上毋捌有的高水准。上一天的上海合作峰会，德连原底甲中国关系无好的印度总理莫迪也出席，佮宣布恢复印度甲中国的双边直航。伫美国高关税冲击的这时阵，中国甲罗西亚佮印度的领袖共台，放出意义重大的政治信号。专家分析。习近平透过上海合作峰会、甲大型的阅兵，吸引20外国的领袖共台，互相对提两岸实力，顺便互北京看起来亲像对抗美国高一边主导国际秩序的稳定力量。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美国的劳动节是逐年9月头一个礼拜一，今年拢总有上千场的劳工抗议行动，因要求爱调悬基本工资，Trump爱落台，是因为Trump无要保护中产阶级，也无要保护劳工。另外，最近网络顶头也伫咧流传讲Trump已经死的谣言，Trump就伫咧劳动节假期，互翕到出门拍山球的相片，破除外界纪录。每年9月的头一个礼拜一是美国劳动节，全美国各城市，包括纽约、洛杉矶、加芝加哥等，拢总有千场抗议活动。示威游行者诉求工人应该比亿万富裕人较重要，并且谴责川普的劳工甲移民紧缩政策，致使工人大量流失。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今年1月到7月底，拢总有超过120万的外国移民，其中包括非法居留甲合法居民，为劳动市场消失。Right now, raise the minimum wage. The federal minimum wage is $7.25. There is nobody in this country that can live off $7.25. If he really wants to support workers, that's the first thing he can do. Lift it up for everyone. All work is important. What scares me the most is that there's not more people out in the streets right now, every day and every weekend. And I want my weekends back. 另外，也有几多百个倡导工人权利的示威游行者，摕标语去纽约的川普大楼外抗议，并要求川普落台。因讲，因为川普无保护中产阶级，嘛无保护工人。We don't start standing up now. We are not only going to be fighting billionaires, we're going to be fighting trillionaires. In Chicago, we reject a billionaire's tyranny on our city. We reject a billionaire and his cabinet of billionaires who take from Medicaid, who defund public education. 但是已经79岁，川普健康问题一直是各方的焦点，甚至伫网络传讲寿命敢若剩半年，也是已经死啊！伫劳动节假期，川普互人翕到出门去拍高尔夫球，各伫家己的社群媒体大文讲，伊毋捌亲像即马遮尔好过。公司新闻心乐培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2度，平阳金门马祖对27度到3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